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法快加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涂水忠啊。中國強下了後生人打在鼓樓了下係後熱天嘅時代，你會發現嗬，透露老熱群接上冇咁明顯啊，因為了下當因為地方卡來辦公，尤其係了下要居家辦公嘅制度過後，就算你係辦公嘅時間要上市嗬，就算變做係了你還係當上嘅點地方卡，冇上嘅窗外，到底地方卡係為到何來熱群也係變做一種台難解理由咧？今日要聽到6個後生人老太太共下來分享幾條地方卡到底出街做哪條東西咯？掌聲歡迎！首先老家設計到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青號老男朋友地方卡煮飯做菜19看天養嘅阿志怡。好，呢扎啦設計到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空地方下喊做啲教書春太前嘅李家哥哥。如何居家辦公賺大錢？3個步驟，5個方法，讓你居家也能賺大錢。等下就來搞開講哦。方便存，方便喂，沒談呢，要不談。我想按到面上。你真係高少計到費勁。大家好，我係地方卡做咧南定有喊頭下廖小基嘅費勁啊。一下東人嘅小確幸，南定這個小嘅貓誒狗誒，老毛小孩就做在地方卡點幾年，冇上去窗外嘛做的。提示下老家小嘅，我們的宅男女神，她是宅女男神。好，來分享宅女男神顧家呢。望咗大家好，我係13張嘅望村外嘅家人。哎，等下，什麼？你是居家隔離3個月嗎？居家隔離3個月，我有骨片打，我爸爸。骨片打，不卡有中片呀，就這個不卡中出來。哎，其實骨片打有骨片打，等下顧爸爸要撈啲聳動聳視嘛。聽晒啦，上個就白卡。大家好，我係東校河等嘅狂到不卡，因為我冇中意做生父嘅中白卡。最尾老家上個就阿 V 輪。大家好，我係只有頭部卡，我就要經常食東西嘅 V 輪。看得出來，看得出來。哎，跟阿 V 輪最近地方卡時間有下長一些咧。有看出來有變化啦，有動作變化。要變大叔。最近啊，後疫情嘅時代，大家嚇唔敢搶頭擺案嘅水菜，就上外村外就村外。等下先問大家，你平常時啊，自家來自首一下，一日花幾久嘅時間，地方卡盡量冇愛出門，給阿志先來講。自首，公司採訪我一下真見卡少地方卡，因為到去做事啊，嗰時候可能我為地方卡老不卡人啊，識動作過後，我就會出去做事，我去遛嘢嘛，溜，就冇很多嘅差唔多按部頭9點、8點、10點嘅，這樣做得全部。等下他的順序9點。係啊，偏偏係9點，我就相信下做得了，10點下慢嘅，還沒了解你，難怪最佳拍檔。所以你覺得哎呦，你剛剛講動小的 Voca， 你今天發作通告冇，因為其實我喺會度存錢，因為冇充力㗎，係啊，放電存，冇，一下力㗎，咩動到啊？我先出去叫做你公食飯，唔過正經撩你嘅時間，我正經就難時出去，就算我男朋友講誒，做得出去看啊，我把貨我都冇，我做啲 Voca，嘅我又加曬咧，可能我就當好撩你嘅時，做得唔識出去就冇。出去，我就會地方卡，然後佢強下去研究新的料理啊，還有強下煮菜啊，還有撈點點，強下教我嘅點點。人家跪下就躺到幾多放閃，不如來講一下，你幾年啦做啲家事，本人來想下最多做啲點加計點鐘都不卡咧。這唔是順啊，你冇事情是係地方卡，我到至於窮用，我係唔是出門做事，香港。
唔是專門拍乜嘅事情，我幾年都冇卡都做得，係你係愛去算，我因為都冇卡幾多時間，從頭先講平均倒出1點鐘，或差唔多2點鐘嘛，我可能唔自己對，因為你係平均嘛，所以你可能係那個極端的匍匐，你倒，它是拉大直的，去頭去尾被去掉的。對啊，45度直接，唔是45度直接進位，所以我咪搞唔清楚我到底都冇卡結構，反正做得唔是出門，我是做得頭下都冇卡死哇，咧。真勁嘅宅女代表是係父親宅媽，係宅媽嘅假呢？唔是假咧，你是宅女男神。代表愛，以後就會愛。以後冇錯，因為呢，迄個我做事就會去我背，我唔是做這時間，我聽做位地不卡，係我有上次我朋友會請我出去撩，迄個我出去撩總得出去幾日，迄個有帶飯店來，聽說我半夜啲飯店空電，我睡冇這樣會大送錢。因為帶到飯店留夠就願題。啲我背咪出嚟搞，唔是啲飯店就做嚟搞，嗰種咧我聽冇辦法啲我背踢橋嘅嘢，聽說我地不卡，所以有啲。被自己關在裡面的感覺。頭飯店教教人平常都在抽水冇。你天每次做落，你買所以講佢我係看阿家呢，嗬，平常時嗬冇限切差，我嘅係講本機現實機今年點啲盤點冇存外。哎呦，在飯店裡面我花了2000多塊，我還住飯店。哎，我是那個來10天的，我幹嘛不多住一點時間？係嗎？哎，可是從下午3點帶到剛夜12點再退房。冇真係最後嘅落水田有啊，啲嘅飯店我就不卡嘅面的出門邊順坐的，哎，更看落水。就是乜嘢都唔是想，哎，都強怎麼覺得有點悲傷？有冇入戲哦？你都孤樓，好像一個人的咖啡，孤僻呢，都很像孤樓女鬼呢，有女鬼的感覺。一未愛講啦，白劍來講，你行你自己做得順嘅出來，你營業發結構嘅事件地方卡冇？挺難算嘅，因為吼對我來講吼，就佢鑼鼓人言講啦，就係我係豆腐卡，冇事就係到全部嘅路行。你乜計鑼鼓人言，我冇行。即係我講嘅，即係我講嘅。你自己係鑼鼓人係冇？係因為我係。你應該喊地下片做乜計？因為到天堂。係啊，回到傳錢，當下來咩？回到去傳承客家文化啦。支持你娛樂片。哎呀，你都夠雜聊哎。因為我係20號都唔好社交人，假使我係假使我攞朋友窮下吼，只聽係湊朋友同我福卡。假使譬如講娛樂啊，娛樂，因為冇乜嘅戶外娛樂。假使因為我佢最後嘅娛樂係乜嘅？麻將，嘿，就時生已經下抽水啦。抽水，自由式。然後你講吼，麻將很有分哦。自由式為什麼是這樣子游的？蛙式，咁我抽水。然後你講麻將很有分哦，因為吼，平常你來到外國卡打麻將哦，哎，很做啲手動簽。哦。假設去我輩打麻將，係本應動簽，動簽其實蠻好賺的，唔要搞吼，行白告你。對，因為勞逸秀簽啊。邀請你加入麻將群。哦，唔係，所以我東校大豆腐卡熱生應用啦。係，因為佢家要講嘛，佢學打錢在啊，打長波噶。誒，佢行出木卡，假使冇作上鋪，佢啱偏本應作踢，啱偏本應作。古早打麻將係冇作上鋪嘅。群啊，第二款，其他派友走在講，誒，你走在講，你啱冇作上鋪，係啊，應該打錢在。我係非常特別嘅，你驚怕平常看到我故意訓題啊，因為會犯罪呢。你會犯罪，因為害人嘅目標拔木菜，係正經為拔木菜，唔過正經嘅問題㗎。家就白天要講到，佢假使到木卡都前兩個主題娛樂就係搞麻將，當然約潮咯木卡落嚟搞麻將，但係家啲木卡到獨街做乜計事情啊？假嚟嚟講下。聽講係從時間地方看看，聽說我看過嘅樣式。再過嚟看一擺。你是老人家嗎？因為我冇聽說，跟冇看過嘅冇聽說好看啊，跟我就會動劇，嗰種我就會看，我有看過知道當好看。聽說我蹦2歲，韓國咧因為我看嘅 OTT 嘅平台，喺我係看動劇，佢就會講，誒，你係唔係看動劇咧？我歡喜來聽同樣，係香港講馬來西亞。年老嘅
那个平台都能用熟的。哎，你老娘也平台，人家是那电脑讯息，然后你 N 嘛在发，就这种懂像老 Siri 在吵架中你係咪空氣嚟拿個遙控器聽下，真件都麻煩。唔過我嗰個很卡歐吧，因為佢檢縫呢有天絲，還有個天龍。啊，唔是做檢縫。佢就來到個眠蟲檔個100塊2種嘅戲劇。哇，100塊2種，因為有天絲，還有天龍，就佢就唔是做。更吵鬧哦。唔會，佢動力會。同時學習。真嘅，佢就打你按你來。以後做乜嘅戲嘛？結果變成一個故事，兩個故事會造成掉胸。咪貴嘅客家嘅，誒，跟人說把阿哥嘅嗰個嘅頭腦動好嘅，左右腦可以分開使用，同時呢，佢把佢們做得按用左右腦並用嘛。當然啦，4分感應吼，佢對體質譜嘅表。我嚟講重點。重點哦，豆腐卡做埋事情哦。就係劉書記啊，因為劉書記佢就有固定的姿勢哦，就橫凳躺着，面蒼當哦，還用做啲溜滾嘅咯，又上去你看溜到甜嘅之後是做啲水涼嘅之後繼續溜。假設我緊緊哦，非常的散漫，我覺得好，今天花一點點的體力，現在咧就係沙發。Hello，呢度面蒼檔，唔係扛過去哦，加個旁凳就變到面蒼水。係趴過去，因為體體咧提供強能力哦，所以趴過去後開始去對抗。我哋一下發現到就叫動活動機，唔係業配，你想嚟自家去買哦。這種東西哦，它叫小型投影機，買地嗎？路上係需些動活用，比如講在帳篷啊，也係嘅。呢棟貴呢？擺牆咩？要細扎嘅，可能微型投影機8Q 啊，600Q 是做咩賣到嘅？咁會好呢？慳做低咯。大家就說帳篷了嘛，按群咩？係啊，帳篷啊，也係咪嘅擺牆啊，是做看得到啊。挨到咁講。你做喺橫燈，個投影到埋啲麼？天井哦，天花板是做喺直接看。韓國按用溜書機哦，係叫做溜書機，天你就看天井，天井看天就水上，水上就繼續溜，看天井，水天，溜書機。天都唔會回應我們訊息耶。對啊，你看就是冇衝擾，對佢來講，佢表了時間不想回任何那個工作的訊息。唔過加有講到哈，第疫情的時代，經濟統計吼，其實吼業配那個宅配的商機啊，就2021年開始，哇咧，那講唔錯，發聽聽，給商機哦增加將近30億元，所以咧還有超商乜推出這種宅配服務，真經對超商這家送到也無卡3點鐘以內30分鐘2點的就做得送到也無卡，因為大家真經當好的無卡點等啊，給觀眾朋友你們想下，乜個時節發生那條事情會特別想好的無卡，冇想去做其他的事情呢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東西送下來，共用嘅東西3隻，比如講衣服咩3副2、3兩共用嘅，又唔係買紙貨買2、3兩共用嘅做嘛？個充電係有上市嘅咖啡一來啊，哎呦2、3萬條。哦，你睇買唔錯嘅啊。要不要看到戲服啊？藍色咧，下擺要看到共用嘅唔記得咧，先放喺購物車嘛，全部共下送出去，幾多陣？這是老人才。冇啊，就不用等，就想講共下就結出去。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港嘅節目現場，加上睇人們嚟睇緊自家知道營業啲屋咖啡店幾久嘅時間，有人係就算24點鐘是做的是阿飛慶嘛，唔過正經三下來問題，即係阿飛慶先來講一下，對乜嘅細節開始想講，我盡量唔好出門，因為有人可能係啲媽媽係讀書讀就想講，我不要出來了，最好不要出來。係冇出門呢，就算連自救嘛，冇想出來咧。阿飛慶係對乜嘅細節上想講吼。按顏色，不要出去外面哈，地府卡凍好，乜嘅自由，按用心。沖洗啊，沖洗。係啊，國小1年級，沒有，你可以講有洗單是可以。有洗單就可以洗。哦，趙新以後搞嘅是這是上回家咧。目睭開始要為北京嘅時間按用心嘅。因為我沖洗是聽阿媽啊，阿媽都冇下，我自己聽都冇下。他以後搞投訴嘅時間，可能都開始投有洗單，我就捨不得跟阿媽分開了。我趙新以後搞嘅時間，我是上回做那件事情。係啊，漢堡還有
是去外地投诉嘅时间是很好上传，当日都上传，真的是每天哦都两下喊的安用的。我很记得动清楚嘅是係我结婚嗰日暗晡，我係沒有睡平安屋卡咧，我是宴客完嘛，大家是我阿媽記得是轉來做動嘛，我是我記得我老阿媽講，我當上聽伊轉做動嘅，哦，係啊。当日都想转啊，真给你多两下，就算抖音妈妈还是想要回自己的娘家。哎，那个女儿，你们两个自己顾好哦。来转，那会穷下大人转啊。哦，原来哎呦，每几个喜欢。那会穷下大人转啊。有点动吼，不然就觉得好奇怪，好像被妈妈丢弃一样。给儿子伊咩穷些，就动好地方看，冇想出来。尤其係公司過生5年生的時間，就今年嘅氣球好啲嘛。公司過生5年生都過種嘅時，係我最好帶啲屋企嘅時間。因為公司你們有規定要帶學料。唔錯，拜一都拜，唔錯，拜5咁按部條章就會賺到屋企。這你就是韓國有咩公司，你就會當日都老同學相處，20-10點鐘都看到同學。我說看到咩呢個？哎呦，當日就看到中白槍，哎呀，拜託，可以不要再看到中白槍。然後其他好講冇看，就係兩日看到同學會講，我冇看到同學會講。你冇看到啊？韓國入邊你公司，你過生5年生嘅時啲好講嘛？韓國過種嘅時，你睡嘅眠床啊都是木板的，故說真年就唔好睡，雖然睡到後來就會懂習慣，不過你轉到不看哦。最鬆鬆誒，做你睡起來軟軟嘅眠床，喊做你睡到刺眼下，因為公司你就當夜5點就會紅床，咿啊用，會練過咩？唔錯，係故說我嘅公司就請好帶啲屋卡。真嘅，故說兩下回傾要。我係家長代表，家長代表動言通吼，動言通。兩個誰阿妹轉落嚟時間，是啊，哦，拜託，媽媽明天早上不可以叫我起床。對，但係我就講我可以睡到飽哦。我講前面重點係我哦，唔過我爸爸還有我阿婆阿公啊，佢就同堅持講，一天我要從事動作，我就唔知講是動作做乜嘅按衝嘅，係故說我就大家都得睡到11點。啊，我們11點還走對了，然後平常去5點也多了7個小時好睡。不過真嘅又相信係離開屋卡嘅時間吼，才會覺得哦，屋卡真嘅唔該多好，怎麼環境都好，又動自然，很多屋卡走在翹着2郎腿，很多按走冇門。係啊，還有吹冷氣，有時候剛好冇冷氣。誒，佢講到重點了，給家人來講，你看這個乜嘅時間開始動好啲屋卡。其實我頭擺東西我帶我背，因為呢我高中嘅時間讀內湖高中，當然太好啲表橋。唔講呢個，有冇卡啲用埋拖延唔講係爸爸媽媽講炒火茶啲所謂多啊，跟住就做唔定帶我炒火茶做咩㗎？當然唔咁辛苦。故說我一畢業過後我就去台中做生意，上個一下就唔是帶到卡，錯冇？唔講呢我帶到我。坐高鐵啦，幾時高鐵係冇辦法睇，故說我唔講我係帶我 Q 卡，行卡場，當佢只有成5點半，我 Q 就會拿去足球嘅，誒打我腳帶，我喺我空氣嚟念佛，因為佢喺佛學性上，念經嘅，係念經啊呢，故說一下我衰落。喺咪去嗰邊做仔鼓去做？差唔多，當佢粗茶淡飯，機會大，然後你講顧家呢，基本上是佛咯。我就當跳我只有成上班嘅時間，嚟吃仔嘅佛，如果佛沒做在東坡。可能就係一般嘅滾水啊，用到。跟係真係嘅時間，就整件一波滾水，底都有落還有玻璃吹，就係呢。顧家基本是當好是佛按。難怪唔按照。難就我呀，係買嘅東西，結果呢一冰涼，我就吃夾轉衣服，看講我先我沒做幾飯，幾有時間就當時候我去轉播。唔講呢，迄個我一3年代就唔會按呢，做嚟想去做乜嘅就做嚟做乜嘅。真嘅，係冇唔錯，應該。從小本應感覺到動念條嘅，唔單講骨架呢，順紅也有一個張媽媽和張爸爸代表，大家都啲從小本應感到太種白劇，你從來唔看兩下動自由吼，真緊係有福吼，講親啊吼，張媽媽，因為呢就係我從小響廣東、廣西、廣聽到，所以吼，社區之後我動好出去。
陪上你跳，我出去的時間，朋友就揪我，我夾夾出去哦，我聊下吼，我當好空頭福卡樣板呢，因為就係我福水吼挺貴咧，一張嘅2萬1千塊，還冇算管理費哦，水天料費咩？係冇算落去哦，我加上去哦，月差唔多係700塊以上，我你看，用大頭福卡的時間，我說，哎呦，每一分每一秒全部係錢呢。當然要待在家裡啊，這樣才算得過啊。前幾，你看幾個營業超過700人口，我哋我輩前才情侶見嘅麗莎，我一生都不用付到700塊，帶情侶還比較便宜呢。哎呦，亞福卡，你真的是有錢人。冇，有上陽台個窮下有考慮做 Airbnb 租給大家嗎？有兩家考慮哈，坦白走的。都在50前期嘛。冇可能。冇可能。你剛剛講50哦，你剛剛講啥？唔係，應該係講唔係啦，嗬。給你家來分享一下好嗎？係，我自家從喺出社會以後呢，我就當中醫啲屋下，因為喺個出社會以後，因為啲我輩出啲做事嘛，嗬，我說你啲屋下發就做得好耍廢，有啲事情就當中醫啲屋下。韓國我設計，我唔啲其他什麼應用版，不過我設計係當男士化妝嘅人，係，我說那你啲不看會化妝啦？係啊，我說你要出門嘅時候要化妝嘛，去當麻煩，我去當上我去當上喺啲屋下應用啊，我說我就知道，啲屋下做啲唔是化妝啊，唔是咩拖買啲神敷啊，就好去，冷啲屋下強不強？還有最重要係講，佢啲屋開始佢哋夾嘅探視處嘅條件就是對，那個我係佳佳老師。韓國說愛直接翹2郎腿，這樣就會，這種上半身就做。下面沒有穿，下面是，比較保守的客家。金美中白強，金美，他沒有這種嗜好。我那記，沒有這種個手機的外貼的時間，哎呦，咩？講正經啦，用創事件吼，掂到福卡度啊，然後抗啲福卡度，對你來講，那個身體當紅啊，精神當紅啊，有乜個變化冇？阿偉倫來講，暗藏嘅時間啲福卡有哪度嘅變化？就係富台嘅前邊擋少，富啱啱咧，因為睇下係嘛，富啱啱，哦係啊啱啱，因為睇下都第一星期嘅網絡嚇，我攀廣告嘅嘛個折扣啦，嘛個又掉免運啦，就會見看到嘅有後買就會見下單以後呢，就會先變到購物車，因為佢講掉比如10做得嚟折扣，結果東西送下來，同樣嘅東西3折，比如講衣服咩3副2、3兩，同樣嘅又唔買紙風買2、3兩，同樣做嘛，個充電係有上市嘅咖啡一來啊，哎呦2、3萬塊。哦，你睇買唔錯嘅啊！我一擺看到戲話男色咧，下擺又看到同樣嘅唔記得咧，先放喺購物車嘛，全部叫他送出去幾多轉來。冇啊，就不用等，就想講叫他就結出去。有弄這個，哎呦，一定去買東西。他可能是 COVID-19 腦霧，你知道嗎？我買這隻沒有暗用啦，記住咩強用買強嘅時候。哈，但係需要檢查一下。你係順他技能因素嘛？你像阿偉倫這種，就只是想要滿足購物慾望嘅人，你有上車唔多啲，哎送出去，其實真係滑鼠就 king lock 嘅啲。買聽到咩唔記得切啊？佢公司就講又有貨來，唔知係哪一扎。還有這個退貨唔知啊？幾難受啊！真嘅男生，因為頭按男生嘅，係冇食東西。哦，啲副卡，你看食東西，食到動態叫我3餐加宵夜，下午茶有上市，你會食嘿，我剛有講到我煮有上市，我去加來種蛋糕啊，嘛個來食安尼。結果我上晚去錄跟鬧熱大擂台，跟化妝師就講，唔最近用有隻無窮樣樣誒，佢講乜個意思呢？佢講一片有係咪開油肉？我就講拜託，我係修容一下。佢講係已經大動車咩？今日啲小李講嚇，今日準備選5啦，今日我講嚟睇掉。我說唔送咩係修容哦？係啊，買到都係3葉條。3葉條加到5係啊。咁都講到自己豆腐卡長久嘅時間，看馬上會想喺種到降離離，睇真豆腐卡都係綠綠卜卜啦，係唔係？咁個問題就係你追求是結構冇出外嘅，今日香港你做乜嘅熱真嘅冇上嚟出外，香港嘅孫跳英抗議完全冇出外，而爸爸媽媽冇用翻現上意咧，等下再嚟，其實老太太叫下來分享了。
我今天卖公司哦，本熊了。我买到一个冷冻库，魔法胶给送不来。无送你本熊，哎，你不卡还无本熊。要冰水。冷冻库没变焦。哎，冷冻库。哎，有骗，你要不看谁？手机不用给这个。没，那是手。羽毛会出来就冬眠就好的呀，对不？欢迎大家多做来后上台上个节目现场吼，加入看睇到大家正經同我吧吼，點到福卡唔知喺做乜嘅，唔過正經來問一下，唔知個最高嘅紀錄到底係3點鐘、3日，也係3整日都冇出外。阿輝先生來講一下，到底要幾久冇出外嘅經驗？足足應該係4日吧。哇！4日係幾多點鐘？你係隔離哦。96點鐘。96點鐘。係96點鐘。哦，96嘅。係96點鐘。先算很慢。你問成啥？比較先問啦，好啦，即係96點鐘冇出門。你都做乜㗎？你怎麼不湊個100呢？就在家裡，因為男的要留手機，然後應該是動漫酒啊。韓國是係，比如講下購物嘅時間應該唔會出門，因為下購物嘅時間下到凍上情嘅時間哈。凍等於鬧嘅時係你一出門你是轉來你是嚟接下靈感總在團體，係靈感團體你是在嗰下下你是其中有半下都唔錯，所以該東西應該唔會出門，我購物下好像。你做的事情就沒有這麼高尚。唔過，時間比佢下倉哦，你來講一下你打破什麼記錄？回聽下講哈，96點鐘啊，難道要96年？叫什麼？要3年時間。完全冇行出冇卡冇咯。3張嘢未冇做衫誒，要上市啦哈！3張嘢未冇做衫。先聽下好去，哎，什麼？哎呦，朋友，我差不多20年冇食咗。本次架粗度誒，買東西時聽咧。咁冇唔係要垃圾，因為要凍多東西嚟變。好，譬如講要垃圾嘅時間用垃圾咧，因為要付管理費嘛，所以就表。讓你的垃圾吼變到滿後，所以就管理人員記得有個守條。哇！因為他為了要避免大家會接觸啊，所以冇看到該那種垃圾管理處。還有食東西的時間用個啥咧？外送啊，嘿，外送，你下付嘛嘅啊，烏嘛嘅都便宜啊。還有今日有是還好啲哦，比如講是牛肉或者海鮮，你要水肉咩馬山地嗎？丟咩？哎，幾棟便宜，還有棟，因為一擺賣下大量時間棟便宜啊，那還賣到滿地嗎 ？VIP 啊 ，VIP 哎，食過吧？VIP 咩棟簡單事情啊？用誒，大炸，一擺我最少萬人靠以上漲咗都按到 VIP 呢。這暗號，我以為送你買嘅東西係嗎？要我送冷痛苦哦。冷凍庫，對，冷開手機，我今天賣公司本熊了。我買到一個冷凍庫，魔法膠給送不來。我送你本熊，哎，你不卡還冇本熊。要冰水。冷凍庫沒變焦。冷凍庫，哎呦天！你要不看誰？手機不用給這個。沒，那是手。羽毛會出來就冬眠就好呀，對嗎？你還送不來妹啊？哎呀，哎，今天後背就長得快點，就會出來啊。好了，同樣是喺你衰本熊啦。哎，來講下問題變酷嘅事情，變天人，你自家啲熱天嘅時節，沒想去落去變酷。冇錯，嗌咗。強下，要邋遢，嗌咗你可能按車哦，係，因為嗌咗你冇想去推變，係因為嗰陣時就會家下條件有講到位，就會嗌開始拖去學研過後。
我就幸好帶啲木卡，尤其暑假嘅時間，我咩完全冇想去見到我嘅朋友。我不會動嘢要動協。嘿，我以前國中嘅時候，我暑假我就會帶啲木卡，平常時一般嘅生年暑假就會出去了嘛，我都冇愛，我就會啲我嘅間房入邊度吹冷氣，還有我寫嘅榴蓮，還有對橋看那個劇嘛，還有除非係嘛嘅，我爸爸就問我講，誒阿姊啊，做啲平愛去嘅大賣場啊，買啲位生活用品哦。好啦，我出去啊！先唔敢煙呢嗬。我就冇好啊，我就唔好出去啊，因為做動業啊，啲木卡暗好有人去吹，係那我新馬街，嘿，我新馬街都有，嘿，你看啲好搞，跟住是好搞冇人去嘅人嘅，你看一下嘅好天好妹愛啲啊，動很火，莫神采佛做不敵火，真嘅。簡單來講一下，你知㗎最長有結久無踏出木卡嘅門。然後中白強差唔多，變酷了。三年冇出門，3年，因為嗰陣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因為我係做兒童舞台劇，同成人嘅跳橋嘅動物一樣，故實完全冇投入嗰樣事。我把嘅投入完全冇，故實我就帶到雅虎卡，唔過雅虎卡係貴東嘅案。幾種兩位喎，26個，冇啊，3六，我連1六都冇去過，3張嘅地度。哎，你這自我隔離係冇？係我自己的順勢隔離。但是他3個月出去看到1樓，這怎麼走？哎呀，佢做下唔係第1六哦。誒，做下係第1六，唔過我老眼冇乜關係。爸爸媽媽會出去買菜，會送去啊？我媽就會掉送來，掉送來掉咯。你最近動槍係本人幹嘅嘢，為什麼俊傑那個舉案齊眉？老眼眉講，我試茶，眼眉就會哇！誒，媽媽唔係啱嘅16年哦。係啊，佢講你有可能有本人。我係金主誒，等下我係金主動演做也是啦，誒，有冇卡貨嘅係見買？哦，佢係博主。咁你咩唔對啊？見買廿尾做用人咩唔對啊？誒，你唔咩嚟咩唔衝嚟衝咩啊？今咩吼上半機嘅查水機嘅吼就打電話通報，不應機台通報，就係機價。哦，原來336件地板又一件，嘅阿偉倫來講一下啦，你自己嚇按叫冇出門，嘅屋企人，也係講身邊的好朋友，我們知道要上癮乖乖，也係講他確診很久，怎麼會這樣？我不出門。我朋友就自動來動奇怪，因為疫情之前呢，我是當日做出去了啊，也係講，比如上下班啦，下班做老朋友去食飯啊，看天陽嘛嘅。那疫情以後變到東南亞，冇人講我出去嘛，我就講係冇。就跟一講一講疫情用嘅，故說朋友只有動奇怪，有冇動啊？你咩呂小樹嘅吧？你係買啥？你說編一下你啊？尷尬的部分。因為董奇怪眼煙是個學長，咩係董康一老人搞病嘅，因為兩下董難用嘅，所以多兩下就冇人用嘅，因為兩下就知道佢聽難用嘅，嘅阿家呢，唔切㗎，又知道牙咩，又都會掉，當有一老人風茶。風帆，哎呦，風帆唔係，風帆係阿姨名也當錯。公茶風帆，我咪喺度看唔慣嘅，當然就穩定嘅碰電檔。你講你做得去運動一下冇？如果係愛去健身房，唔講愛冇想愛去，愛做。你不看還有健身房哦？冇啦，應該不會啦。唔講愛就冇想愛出去，故說愛就買跑步機啲愛不卡，愛就聽說愛啲不卡運動就錯。因為愛爸爸媽媽雖然冇做些。唔過記得大家禮拜都會出去聊，記得就想講，國家人用唔係人生嘅想法，用一三年用做的當一啲不卡按難事，佢聽說冇誰來中意，故所呢我一下愛情，都係同我強下溫度不卡嘅誰來。你會請到啦，會請到啦。真緊啊！有一種應該有一種。還有冰會有飛嘅呢個唔知個按叫冇出外，不過看人家唔會吃到乖乖。幾件咩唔會吃到乖乖會吃到乖乖。應該係講係朋友會吃到等係動力開，比方講，幾時就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故所我幾時要經過嘅14日嘅隔離期間，你睇下就冇想去隔離嘛，嗬。不過其實幾時就而讀到經歷啊14日嘅隔離期間嘅時間，係做係動享書。故所我朋友會吃到哇，係14哦。14日。外國都唔記得你嚟嘅。係14日，韓國人完全做唔得出我外，我要去帶嘅飯店。
又冇嘅重問題嘛，完全就係啲裡外都按用空氣同關係啦。但是因為我可能去線上高考啊，因為親戚嘅事情做啊，故說歡迎大家訂閱佳佳老師耶。好嘞，謝謝。尷尬的部分，尷尬的部分，啱先飛機嘛個，佢嘅重點只係老太太講，可能按起，我就算對不卡，宅在家，就算隔離還都會穿錢。嘿，還係前人做得業牙嘅副態度，做得安強啦，嘅阿維倫唔通講，唔卡是對不卡，啲紅酒誒，人家朋友會吃到，那片油，那片乖乖哦。那平常時喺我出去了，出去攞杯花，那一日咯，我洗差唔多頭腦，我洗2到3包，2到3擺，因為我頭皮當非常容易嘅出油啊。嘿，嗰時我冇出去，就像家總包強，就唔是洗嘴，唔是洗面，那冇出去，我咪看到冇洗，就會兩三，你看一包是2、3擺，冇洗半擺會變乜用嘅，就鬼頭就油，像豬油樣嘅。嗰時我朋友來我卡食飯，佢話現在你有冇嗌講，哎。唔見必要洗頭毛，冇洗。叫我食飯可能要捱到喺冇洗好，跟捱得係又開始，注意太惡心，按垃圾，定然飛。用啊，好奇怪。不過真嘅啊，請大家想一下，你啲地方開始做過哪條同我辦係很有談講人嘅朋友地方卡，結果發生咁奇怪嘅事情咧，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我說佢就唔識出門嘛，佢平常時呢，佢切下咩難識出門，我新馬街啊都係輕鬆嘅呀，韓國嘅媽媽煮。哦，哎我就算咧，可能呢，我人唔係有約會，至少我出去嘛，冇。但係呢，可能佢哋我變了時，我約會，佢就會打電話本嚟，我就講，今日來我不卡約會好冇？嗰時都係啲不卡嘅冇約會都唔會出門。佢叫我哋個醫生講佢要活足症，韓國有老人痴呆，動菜，真係我要我不卡嘅叫咩動作嘅時間。那給我係咩按到點點啊？你看點點，真係就點點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成功嘅節目現場哦！有人啲屋卡嘅旅遊當貼片，有人可能會照顧自己屋卡嘅，唔講咧，根本要向大家分享就係談過最好吧。做乜解條一點到屋卡按久嘅時間嘅旅遊啊，家人來講下，談過唔係為到人。冇錯，我嘅朋友呢要學叫嘅，佢叫我呢個醫生講佢要活足症，韓國有老人痴呆，動菜，真係我要我不卡嘅叫咩動作嘅時間。那給我係咩按到點點啊？你看點點，真係就點點。點點很瘋狂嘅，點點很忙啦。冇錯，嗰時候我朋友呢就做嘅，因為佢係操老師，佢就做嘅叫佢嘅操行嘅員工衫，安尼跳舞。同優學咩？我嘅叫佢上講幾萬，佢中意就操嘅，嚇死嘅，就冇錯，佢就喺你爬，佢係同佢傾下爬。古時候嘅叫佢就咬佢，因為佢唔知佢買嘢佢嚇到，鬧到係上分嘅，因為做嘅手動太雜啊，古時候就嚇到佢，本來佢就冇做生，佢就想講，佢捱老捱叫佢強用就冇愛做生，全部托替，佢大夫咩唔做，因為佢想講佢叫佢做白跳嘅，好做白跳嘅，佢就想講佢叫咩冇做生，佢見咩按呢？古時候佢就跳舞本嚟揾，結果佢叫寫到佢表達過去，佢想講佢中意用。我感覺唔係佢叫佢有問題，係人朋友，人朋友懂奇怪。佢想講佢可能會放，因為係實拍嘅才藝語講，係實拍嘅語講，人家都唔得。遠近啊，又上去督導那種時間車，因為根本店用半天改革，結果最後發現的愚蠢的竟然是我自己，很驚奇噶。跟阿自己來講下，談講男朋友都督到一個，搞到一個懂奇怪嘅男朋友。真嘅，因為咧，認真嘅唔適合我嘅朋友，就跟我是我嘅朋友啊，佢就搞了一個男朋友，跟男朋友呢就夾嘅事情就會夾嘅工作，本來就會地步卡用天咯就做的。自家攀工嘅。冇錯，嗰時候佢就唔識出門嘛，跟平常時呢，佢切下咩難識出門。我新馬街啊都係輕鬆嘅呀，韓國嘅媽媽煮。哦，哎我就算咧，可能呢，我人唔係有約會，至少我出去嘛，冇。但係呢，可能佢哋我變了時，我約會，佢就會打電話本嚟朋友就講，今日來我不卡約會好冇？嗰時候都係啲不卡嘅冇約會都唔會出門。沒窮你窮人，你大擺我約會時間，全部是性點嘛？跟誰來朋友誰帶到性點嘛？你都沒去別的地方呢，你們限動 po 的都一樣。
不過肯係最少都要行出屋卡。我要行出去啊！我平常時那係上去出去講，我咪出，我平時幾種時一下幾件分水，那係顧家人上嘅話做地認識，記得一件分水。他們很速配，對佢動跌動咧，嘿，因為佢冇想去出門，佢咩冇想去出門，佢唔是喐飛啊，因為大家都唔想去做下就大條下，佢做唔得。你沒有按用沒有？唔知佢當湯嘅，你要他係如果原來湯，如果知道啊，真係嘅，拜託，同佢湯，三湯四湯都在爛菩薩，看你都多在湯嘛嘅，跟阿比倫來講他。好，那這個喺太后嘅時節有一隻較奇怪嘅算故事吧。嗰樣時咧，太后嘅時有一隻同學，佢其實不算很宅哦，佢講到平常時我老人講下去出去撩啊，也係講下食飯也得。嗰個他只是有一個嗜好，去搞會收集個人工誒，比如嘛鋼鐵人呀，嘛模型嘅這種去搞興趣。我有一差唔多時間佢忽然間就冇來學校，嗰個我去搞嗰樣時係班代表班代表，嗰個現場就講啊，喺外嗰個老記者同學就去前看佢頭內，你有冇來學校？嗰個張門到佢轉去夾去夾嘅落幕，就是譬如說佢喺屏東，轉屏東啊，轉中下，轉中下，正經係轉到中下去潛，係去夾不卡去潛機。嗰個去夾不卡嘅時候，就夾媽媽帶人去夾嘅間房，佢講佢也差咩時間啊，就冇出門。有幾久嘅啊？誒，差唔多一整年咯，就冇出門。嗰個係。冇出門，嗰個食東西全部都媽媽拿裝備食。從有時行當奇怪，佢自家要投嘅間房，自家講法，因講法。嗰個間房一打開來，點看到乜嘅畫面冇？看到西藏人工嘅嗰種，因為買衫嘛，嗰種裝飾的嗰種模特，到太家就又當奇怪，只是有得按呢，又有得籌燈呢，好就不用到西藏嗰種角落按呢。擺對，就擺嘅。嗰種係自家那個的場景，好可怕。唔該，上講其實唔係為了人工嘅講法。應該係撈到係真嘅人誒，可能佢要製作嘅人工係維倫維倫。冇，因為佢平常時咩按呢人，佢為了同佢互動按呢，咩講法就，但係很奇啊，就佢就很出去很轉，就講冇吵，佢只係當吵按呢。佢有聽到人哋講法。係有聽到人哋講法，佢就講伊就出去冇吵按呢，跟人就離開嘅咩？嗰個差唔多1-2個禮拜以後，佢就轉學校，轉來佢問佢講，誒，幸福也不卡錢，很記得冇？佢講佢唔記得一件事情咧。嗰個後來夾媽媽有老人講，要請嘅仔公啊，都不卡去，所以亮啊啦。唔過我自己喺聯想啦，嗬，有可能係因為夾不卡佢有當到嘅人工咧，唔搶你，因為佢喜歡收集咩？佢自己咩講？佢係有一擺去嘅古董店嘛，帶一張人工嘅轉來以後就變來咧。唔過因為看過嘅人工誒，佢後來有翕相，但係那個東西後來好像有變變態啊。冇留下來。冇，就看那個相片，其實長得很奇怪，就是那種醜醜的。你確定可以這樣講他嗎？哦，你很好看東江，反正就係當天數嘅造型。用了一個英雄。好了，這個不需要討論。你看，我們今天不是台灣的，不要試圖嚟買到啊！你摸青菜買就好。哦，真嘅，不過一談嘅真嘅當怪怪，因為性感度要樣少少嘅感覺，好啲最尾要順時解決嘅，要倒轉來，要變到真相。哈，希望他這一段不會變成你的陰影哈。不會，就不要自己冇數起嘅人工嘅就會。哦，真嘅啦，不過真嘅來講下先，你切卡做過，你切到豆腐卡。後來自己想，我用做呢件事情，我怎麼辦到的？我用做到嘅喏，阿飛可以來講一下。我冇少少人講哦，哈，我係豆腐卡，常常就是為了該銀行該客廳啊，客廳裡邊度嘅所有嘅東西，全部都去從大風吹空用，全部擺過。啊，你還有問佢講吹什麼？有愛嗎？佢是為了去全部擺過，佢最印象最深嘅是係愛嘅客廳有一種原木實木嘅做嘅哦，差唔多200公分。150公分按體重，夾8公斤按重嘅，係夾8公斤，真正係夾8公斤，因為我係用鬆嘅，
只係細嘅味啊，係那個原則完全只係原味啊，但係咪原味啊，但係咪係實木嘅。原來我們現場有神力女超人，全部原味啊，喺原度裝爆咗啦，見到都嚇到我講嚇，為什麼走誒？係，見到是當真呀，佢我冇恐怖。航警嘅學姐，我是不是走錯了？韓白台下又係半波又係細波，哈，走在打給貴姓專線，對，因為落來半波，我們跟兩邊有一種動態，種嘅走，剛剛閃停痛，你停就走的哈。而且那種鬆誒呢，是鬆飛機停痛。哇，從此之後慧清又多一個副業了哈，走在套台再來搬家公司。來八 cam 來講一下，你自家都不看，就走過那個電空空的事情。因為唔係啦，梗係當日會做嘅事情啦。以前嘅學姐咯，平常時因為長期就到學校就上班，所以你固定你就量薪水嘅。冇按你做法堂就唔係像你按幸福啊，冇法堂出去嘅學姐是冇錢啊，所以大多數嘅學姐用教室咧，所以看劇。追劇，平常時做跳舞業還有轉到 vocal， 所以看熱量是最多的。不過到熱真的學姐啊，最厲害哦，英詩錄音點哦，11季全副 content， 音樂啊，沒音樂啊，你咪是熱死啲嘢，拉坑呢，貴嘅，一貴就當到10，所以全副 content 咧，我咪 content 以後，動態宣傳嘅，比埋個主持埋法同嘅宣傳嘅下睇啲嘛，哎呦，竟然看完。我說以後主持啊，唔是搶中吧，搶沒搶，哎，有選手選感沒搶 NG 中來看嘅意思是嚟講，假設你下瞬間有世界又發生僵屍而出來，他完全知道怎麼去預防那些僵屍啊，但是應該是沒有辦法，因為英式錄取啊用下，所以不是恐到不看啊，我就好像自己沒讀到英式錄取用。哦，警戒，他就自己就是陰師啦，沒，英式係上到踢過來，其實會偷偷夾嘅本兄弟，還有沒有對了？好，拜拜。還有那是吸血鬼啦。好啦，最尾配嘅理論來收機，和自家做個點點空空，就是說壓字壓大開水淋河巴。係啊，想起來咩自家以後燒，因為我自家之前我開喜歡出去露營啊，我去挪威啊，去山呀嘛個，跟疫情時間呢，就冇辦法去露營啊，我就想啊樣板呢，結果我就想講啊，自家頭屋卡係冇唔錯，我就同啊自家屋蛋糕啊，那個最頂樓的地方，我就自家拿個帳篷出來哈，就嚟搭好，因為燈啊咩全部標出來，我還聽50張那種植物有沒有那種盆栽，有沒有？就是啊自家頭哦挪威啊，大自然的感覺，結果忙上蘇到，結果太水了，全部都陰鐵咧，就嘛個做冇，沖涼係陰鐵咧，你還要留個盆栽全部熟起了，我不能啊！警戒，你就像就遇到這你是得不償失，你就不願意學到一口呀。希望你韓白還是可以享受露營哈。對。因為真嘅最尾要提醒大家是喺講咧，你啲屋卡度按久嘅時間，其實疫情帶下係希望本大家，所以佢點清到深度自家嘅生活嘅方式，係看一下自家有需要哪條東西，係可以改進哪隻部分，係可以最重要係講觀點。疫情的時代，好好來重拾自家，用版型重拾自家，就係下禮拜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，有花太感動，等來聊聊，拜拜。對 COVID-19 疫情過後，有人講帶啲屋企好處真多啊，除咗防疫，咪做得有閒那多嘅時間來思考人生，本自家過到閒那重拾。像睇自家愛好好把握掠攤，做得帶啲屋卡嘅難得時間，本自家嘅心靈啲無限切切、碌碌嘅生活地圖，做得聊一下、點清一下，簽轉幾隻本單屬於自家嘅點清詞言。